我哋係嚟自仁濟醫院羅陳楚斯小學嘅吳麗清。我係李浩陽。我哋發明咗一個 AI 智能分類垃圾桶。點解我哋要整呢個垃圾桶？同埋佢比一般嘅垃圾桶嘅好處喺邊度呢？我哋整呢個垃圾桶係因為喺學校或者其他嘅公共地方，好多人會分錯類。例如鋁罐呢，就叫過佢塑膠，塑膠就感覺佢一般垃圾，結果回收嘅品質就變好差，仲要靠其他人再重新分類，好嘥時間㗎。咁緊，我哋嚟睇下呢個 AI 智能垃圾分類箱係點運作㗎啦。咁等我嚟試下先。Okay, let's go.咁就成功自動幫我哋分類咗啦。耶！AI 係點樣學識分辨鋁罐同埋膠樽㗎？我哋要先用 ESP32 Cam 影好多嘅相，例如鋁罐啦、膠樽，唔同嘅光線、唔同嘅角度、唔同嘅背景。接住喺 H-Impulse 裏邊將物體框起嚟並貼上標籤。嗱，呢個呢就叫 Moco， 嗰個就叫 Can。因為我哋有提供正確嘅答案俾佢學，所以呢種呢就叫監督式嘅學習。訓練完成之後，準確度超過咗90% 㗎。再將模型匯出成 Arduino 程式庫裏邊，然後再放入 ESP32 Cam 嘅程式裏邊。佢每次點樣做出判斷就完成分類㗎。ESP32 Cam 影一張相，嗰張相呢就會喺板裏邊整理成為 AI 需要嘅格式，程式就會呼叫H-Impulse 嘅 function。AI 模型喺 ESP32 Cam 嘅 ESP32 晶片上面運算，然後再輸出係鋁罐啦定係膠樽。如果符合佢嘅條件，視伏魔架就會轉過去對應嘅角度，將垃圾引去正確嘅桶，再返去中間嘅位置。希望我哋呢個發明可以幫助到學校同社區，令世界變得更美麗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